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上邊家居阿青嚇。今日咧要帶大家睇呢度咧係匯港半島6期嚇，呢邊咧係115平方嘅嚇，大家可以入嚟睇一睇呢度嚇。業主呢度咧呢個位置咧佢係整咗一個酒櫃呢個位置，呢個位嚇，你要拍一酒櫃，然後給業主看。呢個咧係整咗一個酒櫃，業主呢個位置咧佢係整咗一個餐台嚇，一台咧係帶咗4張凳。業主呢邊咧係一個廚房嚟嘅呢個位置嚇，你可以睇一睇。業主呢個位咧，你可以睇下呢個係廳嚟嘅，呢種係擺咗個 sofa 啦、茶几啊，呢邊擺咗個電視機過嚟，整咗一個75寸嘅一個大嘅電視機。然後業主呢啲燈啊，同埋呢啲牆漆啊，呢啲係還原藝術油油嚟嘅呢個嚇，係油油嚟嘅喎嚇，可以防潮。防霉，小朋友攞壁畫直接可以抹，可以水洗嘅。呢邊咧業主呢度咧係整咗一個鞋櫃，呢個位整咗一個鞋櫃，爭咗個燈底下，可以睇一睇。業主呢邊嘅話係要3個房嘅嚇，你可以睇一睇。呢間房咧係做咗一個客房，佢呢度咧整咗一個衣櫃，呢度咧擺咗尾半床，嗰邊整咗一個書台。因為業主呢邊嘅話咧，小朋友讀書嗰啲啊，嗰邊個書台咧就方便好多嚇。呢啲牆身都係處理過，呢啲牆身嚇都係藝術油油嚟嘅。你可以睇下呢度咧，中間仲有一個衛生間，呢個位置都係一個衛生間嚟嘅嚇。然後咧，你可以睇下呢度咧係整咗一個衣櫃，呢邊咧係擺咗一張尾椅床，因為旁邊咧佢仲要整一個嗰個床頭櫃。你可以睇下呢間房嘅話咧，佢凡係床嗰度咧係可以望到大海嘅，你睇下，因為業主係而家係洗緊嗰個衣服，所以咧就可以出嚟睇。呢個咧就係業主嗬，靚女嗬，業主嗬，呢個係靚女業主嚟嘅嗬。靚女，你同我哋做嗰啲藝術油油，你覺得滿唔滿意啊？嗰啲還原藝術油油啊？非常好，信得過。多謝啊！好，我哋繼續睇下業主咧，佢呢度咧整咗兩個盆栽嚇，你可以睇一睇。你睇下呢度係可以望到大海嘅嚇，你可以睇下呢個環境幾靚啊！呢個啊，平時咧呢個陽台坐喺呢度啊，飲下酒啊嚇，飲下茶啊，呢度真係靚。嚟睇一睇業主嘅主人房。業主呢邊咧仲有一個主人房嚇，你可以睇一睇。主人房咧，佢呢邊係一個衛生間，佢門嘅後面咧係整咗一個衣櫃，你可以睇一睇，整咗一個衣櫃。然後咧，佢呢度咧係擺咗一張尾白床，呢度咧整咗一個大衣櫃，呢邊咧仲有一個床頭櫃未攞過嚟啊，到時會攞過嚟擺喺呢度。然後咧呢啲窗簾呢啲咧都係做咗2層嘅。如果你屋企咧需要做加裝呢啲嘅話咧，可以考慮嚟我呢度了解一下，因為我呢邊咧係做成間屋嘅，包括前身梁做嗰啲衣櫃同埋嗰啲家私、窗簾啊、燈啊，同埋呢啲油油。特別係呢啲油油，我做咗10幾年啦。呢個油油係我哋老闆自己攞嘅代理，然後咧自己養住好多師傅做，係自己有自己嘅師傅，唔係外盤嗰啲嚇。如果做裝修嘅話，揾我了解啊，多謝晒。好，可以了，錄完了吧？